乡亲啊，继续是正大消息。来看立法院明仔载都要针对着8个委员会来选出着调集委员。有风声讲国民党要让一席予民众党，国民党的立委陈雪生来证实，讲党团有甲伊讨论过，就是要让出着交通委员会调委，而且来支持着民众党的立委林国成来担任着调集委员。但是，让调集委员这件代志，是互国民党的基层真倒弹。徐卡心嘛讲甲真白哦，讲袂使哩让我的委员会哦，也若无，唔知要安怎甲选民来交代。很多人都觉得说，可以礼让没关系，但不要礼让我的委员会。怎么样回去跟选区的民众去做交代？大局在前，也是家己较重要的。国会调委选举，甲在野党团结的大旗压起来，煞无法度避免基层的倒弹。乐观其成嘛？没有，我没有，就看党团怎么决定。我比较没什么意见，因为我对政治也不懂。总调报昆基一出声，所有人拢讲尊重。不过8个委员会调委到底要让倒一席予民众党咧？特省定调的就是司法无要让黄国昌，因为这会期包括推动国会改革、听政权、知情权的提案事关重大。若黄珊珊所在财政也无可能，就是为着事先排除2026台北市长的竞争对手。传出这种的考虑之下，维权委员会单交组因为人工新释法和国民党共向有机会通让出来，嘛定调交通委员会国民党的陈雪生会退出，让予民众党的林国成。我没有意见，我尊重党团的规划。专委都礼让给他了，他一还不提啊？听起来嘛是小可怨叹，毕竟 NCC 的人事案拢交予交通委员会处理，党内的烦恼哪被态度无共调，日后是不是会有问题？民进党嘛来泼冷水。国民党愿意礼让交通委员会召委，这背后所牺牲的代价跟交换的条件到底是什么呢？又或者是民众党被迫要来支持国民党提出来的争议法案？立法院的调委选举进程，南北立也是继续的交锋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